是在地新闻继续来到台南的安南区，一个75岁阿伯，7、8年前退休了后，就开始来抄写佛经，然后当做壁纸，所以因家的壁顶拢是大家的手写的经文，互人大开眼界。 经过台南安南区这间透天厝，时常有人和这个影板黄色壁纸吸引着停落来看。我近一个看，顶面捌拢是用手写的佛教的经文，真整齐，大细字拢同款，互人赞叹。作者就是这位已经75岁的徐阿伯。写，啊，个写，个写一地吼，安尼就差不多就是50万字啊。 这是因兜，不管是铁门还是壁顶面的纸，拢是做的佛经的壁纸。哎呀，你咱唔少，我当然拍开着咱心眼。啊，这心眼来互你拍开好，自然你就看到你的心内经了，安尼写紧就无困难。 7、8年前，伊退休后开始用手抄经文，当作修身养性，抄一个字，甲当作壁纸咧搭，看过人印象咧真深。真有耐心啦，啊，伊写甲好，大家人看到人，大家拢甲好好。 伊的厝嘛变成这个地区上较有特色的厝。